咱即马来讲，即个过来台湾即个中国人，伊叫做啥物雅雅，伊就是伫社交媒体顶悬就讲一寡伊要甲中国统一啦，台湾人安怎安怎，就譬像咱台湾的话啦，所以对，我看者哦，先看看买手伊的处理是安怎。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移民署呢依法行政，完全没有脱离一个国家公务员应该处理的各项事项。那对于雅雅她的行政处分，我们也从来没有变动过哈。那很遗憾的呢，雅雅她自己在网络上面所说的言论，今非昨是，或者说是今是昨非，我们无法来肯定他哪一项才是对的。但是处分出去就是出去了哈。那相关的处分的行政程序上面的部分的话，我请我们的法制处长跟大家来回应一下好吗？来，处长。各位女士，好，各位女士先生，有关于这个雅雅的这个行政处分的部分我们就是按照就是那个大陆地区人民在他们地区的疫情拘留、长期拘留及你看，伊讲讲大陆地区，就无讲中国，佫要讲大陆地区。疫情拘留部分就废止，这是一个行政处分。然后废止以后，然后我们就再按照所谓的两岸条例的18条的第一项，应该是第2款，因为它原废止，它原来的那个停留就是已经废止了以后，因此就由我们就是说我们限令他10天内就是那个出境。然后这个处分上头来讲的话，根据行政程序法的110条来讲的话，我送到当审以后就已经产生了他。你会当听这个人伊讲话的腔，就会当了知影讲因厝内环境大概是安怎。你看伊讲中国的迄个腔，就是有小抑佫剩一丝丝啦，迄种为中国来的迄种腔啦，系啊，无得看伊，你甲问讲，你敢会晓讲？你敢会晓讲台湾话，还是讲台湾的客语啥话无？无你看伊是会晓的。毋过伊的厝内环境，伊的顶一个爸爸妈妈，真有可能就是为中国来的。伊咧讲话，讲中国话，尤其是讲中国话迄个腔，要安怎讲，真顺啊！嘿，我毋是甲歧视啦，因为伊嘛算是替政府做工课的人，就是公务人员。伊的背景、家庭背景，其实会当为伊讲话声音加减听会出来。所以效力了，以上。所以是25号。时间上头，我想是这样子，我还是一再跟大家强调一下，第一个，在行政处分的10天内，请他自行离境；10天以外的话，就是强制离境。你看，老西方就是伊的迄个。伊的中国话腔就无甲伊无啥共款，伊讲迄个更季的啥物10天以内，就是迄个10，你听伊咧更季的时候有较，要安怎讲较刁过伊较大力，迄就是因为原底伊可能原底的环境其实要念这个音较歹念，所以迄个10就是迄个喙型就爱10，伊爱更季迄爱足大力，无像迄个中国人迄个足明显10天啊，就是迄个伊对因来讲，迄足简单，因为迄足惯势。嘿，毋过就是台湾人要讲更季的声音，有影是会较困难，所以迄个腔就真正是无共啦，完全无共啦。嘿，所以一听其实听会出来。所以我们强调的是10天内，哪一天我们无法跟各位告知，因为我们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要买机票，好吗？但是还是一样，第一个，雅雅在台湾的安全仍然是我们认为站在公务机关里面，台湾是一个有法治的国家，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安全离境为原则，所以恕我们无法告知他是什么时候要离境，只是按照行政处分的方式，有自行离境跟强制离境2种。针对第2题就是目前的其他的案件的进展。现在这样子，我们只能做一下通案，好吗？哈，在查证中的对象呢，到目前为止大约是40多人哈。然后经过移民署依照相关规定，同时我们也是有跟其他的部会来做跨部会的审查，
已经通报给户政事务所，并且废止当事人户籍者有14个人，14个人。好，因为一个调过一十，伊头前讲迄个什么，有一个从来没有变动过。好，那很遗憾的呢，雅雅她自己在网络上面所说的言论，今非昨是，或者说是今是昨。嘿，对，就是这四个字的所谓的成语啦，吼，迄个四字的一个词，啊，中国就侪即种词嘛，啊，就是你看，我感觉这是一个现象诚趣味，就是台湾人对即种原底中国人就食用，啊，战后中华民国教育一直咧甲咱教即种物件，叫咱爱背，吼，啊，你叫咱爱写作文的时阵爱用的物件，即摆少年人愈来愈袂晓用啊。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所在，就是讲，就是中国语伫台湾愈来愈走前去。我感觉对我来讲好啊，真好啊。中国话愈来愈无像中国话真好。啊，毋过就是另外一个歹的，就是讲台湾少年人即摆伊咧讲中国话愈来愈像中国人，啊，这就是歹，就是中华民国甲咱教的迄套中国话是愈来愈走前，愈要安怎讲？散去啊！吼，迄个原本伊种要求爱字正腔圆儿，啊，搁爱迄个迄个知书达理，就是你爱捌听足侪中国文化的物件，就是迄愈来愈无去啊。啊，毋过愈来愈挖中国人，嘿，啊，这是一个现象，所以我认为就是伫即个现象内底，其实咱爱。政府嘛爱去做，就是互少年人认捌到中国的中国话，毋是咱的母语。吼，你要讲台湾的即种华语啦，你学愈讲愈走前，我想就是，迄真正是挡因袂牢啦。啊，毋过政府爱去做的是，互少年人制造较好的母语环境。中国话以外、华语以外的台湾母语的环境，安尼互因来学即个语言，愈来愈侪人来使用即个语言，安尼伊才会豆豆甲华语即个物件，就是变做是毋是上要紧，对因来讲毋是上要紧的语言。我感觉即件代志应该爱做，啊，毋过就是因为。即摆规个政府体制，伊无法度放杀即个物件，伊嘛无法度安尼去思考，因为因甲中国人迄个利益关系就是牵袂，要安怎讲，已经牵甲规个拢甲做伙啊，还是讲无法度真正去做一件代志，甲伊切开。我的切开毋是完全无要用啦，因为你要叫甲伊完全无要用，迄真恶做啦。啊，毋过上无是你咧讲即个语言时，你还有迄个意识讲，我爱尽量加讲其他的台湾的母语，莫阁一直讲中国话，嘿，爱有即个意识啦。若无安尼做吼，母语完全是无救，嘿啊。好啊，这是咱的内政部，应该是内政部长啊，是毋是？对，内政部长。好，内政部长伊伫处理即件代志，啊，这是今仔日伊嘛，这是昨的吼，啊，咱看迄个中国人伊是安怎讲？虽然我就册就无想要看，个联合利剑2024A 演习，各位从地图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台岛周边已经被围了一个严严实实，海域、空域都是插翅难飞。这场军演绝对是迄今为止威慑力最强、最具攻势的演习。也许明天早上醒来，宝岛上已经插满了五星红旗，想想都让人开心。Fuck。Go eat shit， 去食屎啊！即张咱会当甲伊翕相起来啦，就是讲，就是无怪互人赶出去嘛。你伫台湾讲即种话，你咧讨皮疼嘛？
哦，对不？中国人想想都让人开心。5月23日至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的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为台岛周边展开联合利剑2024A， 就可以看得出来，插翅难飞。而且组合你们都看的都是繁体字，看不懂吗？全部用的都是海报，全部用的都是组合，你们都看了吗？海报全部用的都是繁体字。袂歹哦，而且东部战区发布的粤海杀气组合，你们都看了吗？海报全部用的都是繁体字，这是害怕老赖们看不懂吗？特地用的，真的是很细节，用的真的是很细节，用的都是繁体字，这是害怕老赖们看不懂吗？这我真正爱甲伊翕相起来，就是你看，因就是利用讲中文、中国话。台湾人甲中国人就是拢看有嘛，听嘛听有啊，所以你要安怎，就是因真正就是利用这点在甲你骗啊，甲你要怎甲你成啦。我感觉成对我来讲是无啥路用，因为我听伊的声音，看伊的简体字，其实我就直接跳过啊，我就袂去插伊。毋过因就是安尼甲你骗啊，你甲台湾人骗啊。台湾人有够这侪人拢想无呢。特地用的真的是很细节，这场军演绝对是迄今为止威慑力最强、最具攻势的演习，捍卫国家主权，时刻准备着。也许明天早上醒来，宝岛上已经插满了5星红旗，想想都让人开心。就是我想看这个影片，咱就无啥话好讲啊。就是伊这足明显嘛，甲进前迄个什物钟明轩迄个共款嘛，就是迄个蔡英文选举的时阵，佫找伊甲伊伫遐嘛唧嘛唧吼，买手嘿嘿，就舞即套即种人真正是我毋知要讲啥，就3号加1号4号。